拔草了哈，在稻田里面拔草了。天气那么冷了，手机显示17度了。早上很冷，有的地方不到10度了。第一天好像冷气团来洗说有些地方还下冰雹呢。以前当兵在马祖1到2度了，还下冰雹。2度，你看那个帽子要戴那个只剩下眼睛还有鼻子可以呼吸的羊毛帽要穿2层呢，你看还要戴怀炉还要穿很多衣服，你看穿卫生衣裤，穿很多衣服天气冷真辛苦，还在外面到田里面踩在水里面呢，很辛苦的。